观众朋友，今日个好无？翻下书看，放起来，係阿明姑劉浩明。講起我哋屏東也經驗睇我哋嘅勝利新村地位，勝利新村裡面，一方面以前係一啲我哋算是軍官嘅一啲建起，但是也經驗改建以後有改多嘅點嘅，都引起我哋嘅勝利新村地位。我哋今日一設計一啲睇勝利新村地位改貼喺呢啲點嘅，一點嘅行入去，你會發現到講，地位路有過有我哋台灣嘅排灣族嘅原住民嘅文化。但是佢貼喺嚟講，伊哋老闆，伊哋係客家師嘅曾憲豪，伊哋係我哋原住民嘅長爺阮志軍，咁伊哋共同來經營下嘅點嘅。我哋今日一路邀請到伊哋到我哋嘅節目地方，我哋請伊哋同我哋分享講伊哋當初開店嘅故事。我哋馬上歡迎我哋今日來賓阮志軍，志軍來到現場，你好。主持人好，我是來自屏東獅子鄉的阮志軍。然後另外一條路我頭講係另外一個我哋客家人嘅子弟曾憲豪，憲豪你好。大家好，我係來自高數學客家人。顯浩啦哈，唔到我講這個名，不習慣。唔怕，因為給它好，給它是一般人我哋咪可以使用哈。剛我們回到我們剛剛的一個問題，就是說，其實我們在勝利新村裡面當初是有眷村改建的嘛，哈。然後這幾年其實屏東縣政府文化局也是希望說各個不同的文化都能夠在這個地方可以看得到，所以說早期會有一些比較像日式的店啊，然後燒烤的店啊，或者是一些比較台式的風味的店。那其實這幾年，你慢慢發現，不斷的有各種不同元素的一個店進來了。我想問一下顯浩，你當初嘅時間能我想要提勝利新村開店咯？差不多2017年，我同志軍辦一個展覽喺屏東美術館，是在介紹就是排灣族從屏北的排灣族到屏中、屏南的排灣族的一個服裝輪廓的差異。然後因為這個展覽受到的回響還蠻大的，然後就覺得這個展覽的展期只有2個月，然後就這樣結束掉之後有點可惜，然後變成說我們希望在屏東排灣族是比較能代表就是代表屏東的一個原住民族，然後我們就希望在屏東這個正市區又離火車站這麼近的地方，然後能夠把排灣族的一些衣飾輪廓去很簡單的介紹給來自不同地方的人。對，頭先我哋顯浩有講到一地方咧，講排灣族其實在屏東算是幾大嘅狀況。那一般認為講，屏東有魯凱同排灣哈，但是魯凱大部分喺三體門以北，差唔多我哋會接到高雄嘅地方。那對於屏東來講嘅話，我哋對三體門以帶下一直到我哋嘅恆春嘅片，如有北台灣、中台灣，還有我哋嘅南排灣，甚至到台東嘅片，還有啲東排灣的一啲存在。那想請問一下志軍哦，那像剛剛我們顯浩有提到，就是說那個時候我們就有針對排灣族的服飾做一個展覽嘛。那樣子的一個服飾的展覽的話，是以整個排灣族的規模在展覽嗎？還是說是有區域性的一個展覽的方式？那我們把它分成，就是剛剛主持人有提到，就是北中南3個區域去做一個分類，對，然後。其實這樣的一個最大的用意，就可以讓更多人對排灣族的認識可以更深入。那因為我自己本身是來自那個恆春半島，那我們那邊是屬於南排灣嘛，那因為我們相較之下跟北排灣的一個能見度，還有就是認識來講的話是比較，對大家來講是比較淺的。對，那我覺得我們剛好用這個機會，就可以讓大家知道，原來一個排灣族，它可以有這麼多的一個面向。其實我覺得，你看，我們排灣族大概跨距大概將近150公里嘛，從最北到最南。那其實就像客家人一樣，其實不同地區客家它也是有不同的一個細節的一個文化表現，對。嘿，頭先我哋志軍有講到，因為我哋屏東算是一個幾長嘅一個緣分哦。嗰時其實像我這個喺屏東嘅，那麼平常唔會有幾多嘅時間去到我哋市嘅鄉啦，我哋其他地方，因為其實屏東幾長。但是佢特別都講，其實喺我哋南部嘅客家種地方，我哋今日講咗6隊吼，我哋附近幾多嘅平埔族，還有幾多嘅原住民哦。嗰時我想問一下顯浩哦，像你這個灣社對原住民的文化，你係咪多多少少有接觸到？幾重，
非常接触到，尤其迄其实古书。过一的山路，一些原住民的部落干嘛好？可是万西都常常会遇到原住民的文化吧？我觉得，就屏东县对屏东县的孩子来说，就是原住民这个名词，就是自然而然的出现在我们生活里。就是，可是对外县市人来说，好像很特别。尤其在小学的时候，就是可能一个班可能会有1/3是原住民，所以我就觉得，好像他们不是什么，就是另外一个族群或什么，就是跟我们一起同样生活在生活周遭的一个。因为我会这么问，就是说你们当初怎么会想要一起合作来开店呢？贤浩，你先说。当初就是在2017年一起办那个展览的时候，其实我们在高中毕业之后，在大学这段期间，还是一直有在一直出社会工作，在台北工作的时候，一直有在还是有在保持联系这样子。是因为我后来回到屏东之后，当摄影师之后，就刚好有一个这样的题材好像可以发挥一下，而且这个题材蛮特别的，应该要拿到这么丰富资源的人应该也不多，所以我想说，刚好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把文化发展出去，然后又可以把自己的摄影专长就是更精进这样。不是，你们2位是高中同学？对，同班吗？同班，高一的时候同班，然后后来没有同班，对，可是还是有联系就对了。对，那志轩之前就是念服装设计专科吗？对。是在什么样的一个学校？然后之后也是一直在做这样的工作吗？我是台北实验服装设计毕业的，然后毕业之后其实那个时候其实这个工作对我来讲其实是有点被动啊，就是当时我们就等当兵嘛，哪一次都等当兵，然后当兵的时候呢，其实就是那个时候的那个我们市乡的那个图书馆。他那个馆长那时候，因为他知道我的背景，然后在这个之前，就是我还在读书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有接触，然后就觉得我这个背景蛮有趣的，所以他就想说能不能用这个背景去测一个展览，就是属于乡的一个展览。后来是因为这样的关系，所以我才在乡下做这件事情，然后就一直做到现在。所以那个时候大学毕业的时候，工作也都一直在台北做服装设计相关的。没有，我其实我回来当兵之后，然后后来就留下来，就是我也没有在台北待过，就一直在屏东。对，是。那问题是，屏东以服装设计或者是相关的行业的话，屏东工作好找吗？不会有工作。对，其实那时候我因为可能我学的东西太专业，而且我也不是一个脑筋很活的人，所以我就觉得说，就是你父母亲都花了这笔钱，让你做这件事情了，然后你不做这件事情，好像又觉得好像很对不起他们，然后做了这件事情呢，好像效益不是太好，所以就这样子傻傻的，就是我觉得大概前几年吧，前3年吧，其实我觉得过得非常辛苦啦，可是后来到第4年，我觉得蛮有趣的，就是可能我自己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期许，然后这件事情它就开始有一些表现，然后生活就开始像正常人的生活这样。原住民真的是有非常强烈的算是文化色彩，包括是色彩方面、图腾方面。其实比起客家人来说，我们真的是，我从我讲的汉也真的某个图腾哦，比起原住民还有百步蛇啊，然后百合花，就是你一个图腾出来，你都可以看得出啊，这是原住民的。可是你在讲起来的汉，你那方真的是拿不出一个图腾出来。或者我在常常发现，真的是看到我们原住民的那个颜色的缤纷哦，我的汉年都差不多蓝色啦。五色啦，也都改白色啦，然后那种后来加红的，把个黑加发布的那种色。我会讲像伊的我们算是个传统波苏的客家民族，跟一个比较在美学上面是那么的奔放发展的一个原住民的文化，两个掺起来的话，那个时候你们在想这家店的时候，他们是会怎么样子一个设想呢？当初只是因为说个展结束之后，希望能够延续个展的一种展览，还是说有没有想过，就是说把这2个文化其实做一个激荡的？以这2个我们店内的陈列的方式，就是还蛮
可以说明这样两个不同，一个色彩丰富，一个很简朴的一个色彩，两个不同民族的那个，就是因为我们是日式胜利新村的日式的建筑里面，然后它的原色就是木头色，然后搭配上我们的陈列方式就是微型博物馆的那个概念，然后就是把一件很色彩缤纷的原住民的那个传统服陈列在很单纯的木头颜色上面这样子，然后把它整个平铺出来，然后就是可以让大家都可以看到很细腻的地方。那志军呢？志军以前在求学的时候，除了遇到他之外，还有没有遇到其他的客家人？在做这份工作之前，其实我对族群是没有特别觉得有什么差别，或者说什么界限。对，因为我自己也不是在原乡成长的，所以我对族群其实是觉得，好像没有什么差异。对，那刚刚有提到就是说，其实在这个空间里面，他讲到，为什么原客之间他有一个，会有为什么我们会一起合作去开这家店？其实是因为，我跟曾小有提过，就是说，其实我们所有的服装，它的整个轮廓，它都是从满服来的，所以其实你把原住民上面的，你比较认为它是原住民装饰，你把它拿掉，其实它就是客家衫。对，所以有一个时期，其实我们是用这个方式在让就是进来的人了解，就是说，其实原住民跟客家人之间其实是没有界限的，而且甚至很有趣的是，那一阵子我们做的 sample， 其实买的不是原住民，对。可是并不是原住民在买这样子的一个衣服，反而是比较多我们所谓的汉民族去买这样的衣服。对，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就是把那个我们刚刚在讲，就是太强烈的那些图腾装饰，把它做的比较简单，或者说它可能是一些抽象的纹饰。那这样子算不算是对于我们就是你们传统族服的一种改良，还是说对于我们汉服的一种改良呢？其实也许我们在一个方向看它会是改良，可是其实我那时候跟曾小豪在聊的时候，我说这个才叫做一般穿的衣服。就其实它因为我们现在对原住民的印象就是非常的澎湃、非常的华丽嘛，但那个其实它是礼服，但是很少人会去提到，就是原住民是有常服，就是一般使用的衣服。那其实我们那个时候就是那个时候就用这个主题去表现，然后就发现说，其实它跟客家人是没有界限的。对。咁其實就之前你同人討論一件事情，就是你有想到講，其實像我哋一般我講客人嘅衫褲啦，其實都歡迎做嘅衫褲，其實有影響到原住民做衫褲嘅一啲方式，你其實有學到，有想到過樣的一件事情。因為其實客家的外顯的東西對我來說很薄弱，因為就是我小時候跟爺爺奶奶一起長大的時候，他們就是要夏天，所以他們不會。衣服外顯的東西不會太在意，可是就是最在意的就是祭祀跟一些傳統食物方面的東西。吃的這個東西對我的影響比較深，對，外顯的東西比較薄弱。對，沒有錯，因為其實對於客家人來說，因為其實也不是像我們常常說的客家的藍衫啊什麼的，那也不算是我們現在平常會穿，只有在一些重要聚會的時候，或者是一些婚喪喜慶的時候，我們才可能會看到。我們的算是長輩了啦，我們這一個輩都已經不大會穿藍衫，除非是參加一些慶典啊，才會穿一些感覺來增加喜慶的。可是雖然喺一啲藝行業咧，後生嘅同我哋原住民嘅後生嘅共同嘅經營下嘅一啲空間，但是一空間還要把它行向某個方向，而還是有啲歸重要嘅家庭嘅因素。首先下我等下我哋埋嗰度嗰精彩故事。翻過來，復起來，上個節目我哋來自屏東嘅志軍，還有向浩，同我哋講，當初做乜嘅會開一間長島83一店嘅，同時也會店嘅一啲方向係乜嘅。那這部分我想請問一下志軍，因為剛剛有提到，就是說後來你會覺得說，好像在那個勝利新村裡面很多店，它其實都可以留住客人，然後甚至它的一個經營的方式，其實讓它的算是我們顧客的消費能力是比較高的。那後來你們有想出怎麼樣的一種改變經營方式的一個策略嗎？
后来我们就是再去思考，就是应该是回去检视我们当时提案的那个计划内容，就是当时的比重其实就是服装这个部分占大约是7，然后摄影大概是占3。后来我跟曾小就在讨论啊，那我们是不是就干脆直接让它就是一个人家进来它就是可以直接消费的地方？所以后来我们就把那个原本展场空间改成就是就像一个服饰店，对，然后再来就是再去因为我们也拍了一些就是摄影集，算是想要那边的摄影集，然后当然是用我们这边的服饰，然后也让就是消费者知道说我们这边有在做这件事。对，那个时候这个算是第一步，然后到第二步呢，就是我们开始就是在空间里面再去留一个空间可以做那个拍摄。对，然后我们就开始有做一些这样的一个 sample 啊，然后也慢慢就是有让蛮多人就是对这件事情知道来这边是可以拍照，可以拍这样的一个摄影机的，可以就是说可以到这边可以穿族服来做一个拍摄。对，那从下来一种经营方向的改变，对你来讲，我等于讲其实一路把业样的比重拉高了。咁这个对下边一啲方向的看法係乜嘢嘛？就像志军说的，一开始因为其实我对原住民文化这一块一开始也是很陌生，所以一开始当然就是听他讲，我就开始学，说原住民文化该什么样的穿着该怎么样，然后之后再开始拍原住民，说怎么样把原住民穿原住民服拍好，然后到现在我们就是来拍摄的都是汉人或者是外国人，然后就把汉人跟外国人拍成也像原住民的样子，大家都觉得照片很离的，就是穿那个传统服都无违和感，我就觉得好像就是摄影的有在一步一步。因為你頭都講我伊個規貼喺咧，伊個角度都講，唔把漢人嚇，無都講外國人族原住民的祝福，好，特別嗰種伊的原住民族原住民的樣這一點在技巧上面是要怎麼去拿捏呢？大部分人觉得原住民的衣服就是用来跳舞什么的，可是其实，我针对排湾族的传统服来说，它其实是很有层次的，它其实不太适合做大动作的可能跳舞之类的，它整个层次会乱掉。所以在拍这个的时候，你就是做的越端正、越庄重、越稳重越好，对。然后表情也是比较严肃一点的，那个态度是比较稳重的，对。所以撇除掉这些之后，五官是哪里人，那个就弱化掉了。对，没有错，就弱化掉了。因为我想问的路黑亚问题，因为常常我们会看到，就是说啊，有些人到浅草啊去试穿的日本的和服的一个试拍，有时候你就发现啊，日本人不会摆出那种姿势，对，对不对？就是说，因为可能有一些外国人，他们本来就比较活泼啦，他们就摆出一些比较俏皮的姿势，可是你会觉得说，好像那个衣服。其实原则上是没有办法摆出那种姿势出来。那就像刚刚我们贤浩所提到，就是说，也许在排湾族的服装，这比较正式服装里面，它的一个肢体的活动度其实是没有那么外放的。因此，嗰時睇個翕相嘅時間，翕嘅樣誒，其實可以個端正，個張嘅翕。但是歸有心些講，你們的名字叫做青島83嘛，是83還是83？為什麼當初會取這個名字啊？就青島街83青島街83非常好，我們很喜歡這種，就是從名字裡面就可以看得出它的地址在哪裡的，所以說就是直接取青島83號的意思就對了。不過那個8是跟我們自己那個品牌是連結，對，我原本的品牌叫巴魯祖奴，對，所以那個8是用同一個8。原本的品牌那是什麼意思啊？那個名字是其實我在這個青島83之前，我實際上在做這個原住民服飾已經做了10幾年，應該是說在這個青島83之前是做了大概10年啊，到現在是大概15年，對，那所以當時的想法就想說所有的東西都要跟那個巴魯祖奴有一些連結，所以在那個83這個8上面，我們就是用那個巴魯祖奴那個8，對，巴西的8。所以說至少有兩個地方還是研究到有品牌一種算是品牌的延伸的一個概念啦。來到勝利新村，因為剛剛有聽我們志軍有講，哇，附近都是很多餐廳嘛，人滿為患。當初呢，我有要幾批一批勝利新村。其實那時候因為屏東縣政府一直很積極在推原住民文化這一塊，然後剛好志軍又是這一塊算就是沒有人說那個啦，就是很算 top 這樣子，對。
会不一样，对，非常非常厉害，就是他做的东西是质感都很不错，对。所以说那个时候你们在评选的时候，是以怎么样子的一个开店的方式去说服评审的？我们当时真的就是把它当作是一个策展览展空间，对。然后不过因为我觉得应该是独特性高吧，所以他们觉得这个区域就是它虽然是日式建筑，然后再来接下来是就是一些外省文化外省的眷村文化，然后再到就是后来的就是大家可能就觉得说这个地区应该要有一点属于就是屏东在地的民族的特色，对啊，我自己是这样想啦，因为我也觉得我们那时候我也不觉得我们好像是在提一个商业空间，我们是提一个艺文空间，对啊，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可是那个时候评审没有直接问你说，那你要怎么去经营你的维持你的所谓的商业空间或者是这样子的空间的一个日后的发展吗？那时候其实没有想那么多，因为那个时候就觉得说，就我们原本那个工坊那个品牌，其实它还蛮稳定的，对，就想说它就是有点类似是一个市区的 showroom 嘛，对啊，所以就是那个时候是用这个概念在思考，对。因为我知道说，其实在那附近后来也有一个叫原百货嘛，对，这样子刚好就形成了一个类似在一个胜利新村里面的，算是原住民文化部落的一个算是一个小小的一个空间啦。所以说，其实这跟你就话冲锋牙前哈，你这个其实都更加都要来讲吧，因为你这个一路从以前黑社会先生，还有来作为生年的业样式。可是你这个其实在屏东的时间有这个的工作是吗？其实都还是自己接案比较多，因为那时候，我的摄影历程其实就是，我一开始最喜欢拍风景系列的摄影，所以那个就是往外跑也不用什么摄影棚，然后再来是拍活动记录，就是婚礼记录啊，或者是一些，就是一些公司活动的大小记录这样子，所以我也很喜欢拍这一类的东西，然后，就好像就觉得自己不太需要一个，算是摄影棚的东西去拍一些摆拍的东西，因为那个其实是我一开始最排斥拍摄的东西。可是后来在83这个空间，我觉得还是赚钱还是要拍这些东西，对，所以就大概从前年嘛，我们前年开始推，去年底，去年初，去年初开始推这个我们传统服的拍摄，然后开始强迫自己去练习，就是棚内拍摄的东西，好像觉得有一个摄影的空间好像也不错这样子。就是说，假如我今天是一般的游客，我今天到了千岛83，那我在那边，看完你们的展览，我觉得有些东西也觉得很有趣，买了之后，那假如说今天我想要体验一下族服，甚至是拍摄的话，它的流程大概是怎么样？一般我们还是会建议就是要预约，要预约，对，因为毕竟它那个空间。其实，因为它是观光区嘛，所以人进来的时间我们没有办法掌握，所以有时候如果没有预约的话，我们可能会在服务其他的客人，是，所以一般我们还是会建议就是要预约，而且在预约我们比较能够去跟那个造型师约时间，对。那预约之后，我到那篇之后，我可以挑选的族服有哪些，或者是说你会针对于每一个人他的特性或者他要求的东西去建议不同的族服吗？一般来讲，我们会先了解他希望的味道是什么，因为刚刚有提到，就是说，其实我们整个排湾族这样排湾族群的服装这样子列下来啊，就是会有几组它的视觉感会比较强烈，像有些客人他想要比较澎湃的效果的话，他就会适合这一类。那有些客人他可能喜欢的是排湾族，他可能比较内敛、比较雅的元素的话，我们就会介绍是比较符合他风格。那至于客人的外形，他会不会适合什么？其实我觉得那已经对我们来讲不是太重要，因为刚刚显瑶他有提到，就是说其实我们只要服装穿的合理，就是他的动作也合理，其实今天换了什么脸都会是好看的。你刚刚有提到就是说，服装穿的合理，因为这一部分呢，我们常常会到，譬如说我们到原乡的时候，就会被我们的原乡的朋友就说，有些服装你是不能穿的。好，有些服装你的身份是不能用那个东西，譬如说有些人就硬要插百合，那他就是不适合插百合。那这样子的话，会不会有这种就是说，他觉得他的刻板印象里面就是说好像我是不是应该有百合？其实我们在这个空间，我们会跟客人聊到，就是说，一个地方的一个惯性的穿搭，对，那
至于像比方说它百合它象征的意义，或者说它或者是些纹饰它象征意义，我们会跟客人说明，但是我们也不会特别去准备这个东西，所以客人他也没办法选。对，就是因为有些东西，我觉得它可能还是有部落之间的一些不太一样的一个规范。那这样的东西，我觉得在我们空间里面呈现，我觉得我们会没有办法跟部落们交代，所以我们就会以一些比方说是通俗、通常大家都可以使用的东西去帮客人准备。故事体的空间地位唔单止可以去展现到这家文化，同时嘛可以把这家文化去本归多人提供，其实文化地位有冇强样可以注意的地方。休息下我哋下我哋外嗰度個精彩故事。翻过来，复起来，上档节目我哋来自屏东嘅先校，还有志军，同我哋讲佢哋当初对经营嘅强度83嘅时间，一啲方向，同时一啲地位又可以去做一啲演出名的祝福嘅过程。我想请问一下，先校哈，咁从这个提亚又可以做我哋演出名的丈夫嘛，哈，同时可以去协商，咁中间有发生过你这个影响过什么的任何嘅事情？印象最深刻的应该是，就是他也是汉人，可是他手上就是刺满了台湾族的图那个叫什么拍刺，就是拍刺去刺的那个纹饰。然后他来拍的也不是台湾族的传统，他有拍一套台湾族的传统服，然后他也有请阿美族的一个老师，做了一套手工的阿美族的传统服。他就是一个非常热爱原住民文化的一个大概一个女生这样子，一个女生。那在拍摄的过程里面，她其实是很 enjoy 在那样子的。对，她非常非常享受。然后台湾族的故事，它就是因为我们拍照的习惯就是会跟客人说一些这些配件啊，这些纹饰或者这些衣服该怎么穿，或者是怎么穿的正确，或者是它的可能它的以前的由来是怎么样的，都会跟客人这样讲故事。所以他在听这些故事的时候，他其实共鸣非常的大。然后因为我没有看过阿美族的传统服，而且他做的那套比较特别，所以我在问他这些问题的时候，他也就是两个人互相就是互相交流的非常的开心这样子。然后他在 IG 上发的那个影片，也都是在做原住民的传统技艺这样子。我就觉得哇，真的有人可以热爱到原住民文化这么的深。我是以为是这样的，因为其实原住民文化算是我们台湾文化里边一个最特别的一个，算是宝石也好。因为其实真的在这样子小小的台湾里面，它居然有这么多不同的原住民文化，不管是他们的语言完全也不同，但是他们的文化方式也不同。那其实对于我们比较常见到的汉人文化里面，其实我觉得在台湾里面，因为有了原住民文化，算是把台湾的整个文化变得非常的丰富。那这边我想问一下志军，因为你刚刚有提到说，其实这边有提供的屏东的北排啊、中排啊、南排啊，那你还没同我的观众朋友他要讲一下，就是说，那这样子的服装里面，你大概准备了什么样的衣服可以让大家去挑选？基本上我们准备都还是会以那个礼服为主，就是盛装。对，因为盛装它在区域的差异会比较明显。我们基本上大概就是黑色、蓝色、米色，其实跟汉人都一样。对，就是你们回想，你们可能早期的服装，其实也大概就是3个颜色。那只是说我们再去增加了，就是一些就是比方说原住民的纹饰。那这些纹饰来讲，就是不同地方，比方说在平北的地方，这个地方会比较常使用到的，会是像珠绣或者是十字绣类的。那它也会因为这个区域流行的一个纹饰，它有那个地方的一个风格表现。那在这个地方的纹饰的表现呢，色彩上会比较偏向是黄绿色的风格黄绿色的色调。那到了屏东的中间这个地方，像比方说来义啊、太武啊，还有就是北边的春日呢，这个地方他们用比较多的会是珠绣。那珠绣的色调，刚刚有讲到珠绣是不是跟北排好像也一样？但是他们在色调上会有一些差异，像
北排来讲，他们比较常用的是黄绿色的色调，所以你一眼看过去，你就会觉得它黄绿色比较重。可是到了中排呢，它会比较偏向是橘色，对，它比较偏向是橘色、红色。好，那到了南排，就我自己的一个所在地来讲的话，我们的一个惯用的工法，也就是工艺，其实就跟中北排已经差了非常的多。那我们比较常用到的是贴饰类的，那贴饰其实就2个素材叠在一起，那这样的一个表现呢，其实它表现出来的纹饰就会跟十字绣跟珠绣不太一样，因为十字绣跟珠绣它比较偏向是点阵图，那贴绣类它会比较偏向就是在做一个轮廓，所以贴绣它会比较 free 比较自由，可是十字绣它会比较，因为它有点阵嘛，它有一个规范在，所以它呈现出来的图像感它会有一点比较偏工整。那珠绣它就介于在2个之间，那它会比较有一点类似像十字绣那种点阵的效果，对。可是对样的我共用的一种分析地方啊，就可以提供，其实在排完之后，虽然说屏东乱台，屏东就这么大，好，但是其实屏北、屏中、屏南的话，其实它的一个在服饰上面的一种装饰方法，其实也会不尽相同。那因为我知道说，其实志军当初有去参加斯卡罗的一个服装设计的一个过程嘛，那是不是跟我们观众朋友分享一下说，那是一个怎样的机缘，然后在里面是做什么工作？因为其实斯卡罗，我们当时接触的时候，我觉得好像刚好是一个机缘啊，就是因为在我们这个巴洛主人品牌，我们在做的一直就是在把资料把它拿出来，然后让它可以应用，然后直到斯卡罗这个时候呢，刚好就是好像这件事情它就有一个发展的一个发表的一个机会，所以那个时候就是他们其实也是在找，就是有哪些地方他们可以做，就是可以帮我们执行。就是这个，因为它里面，我们排纹组里面其实最不太能弄最让人家有争议，其实是纹饰。因为你纹饰如果错了，你基本上你就是错到底了。对，你形式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差异，可是你纹饰只要错了，你这件事情就是错了。那其实那个时候就是思考他们其实在找的一直是这件事情，就是说，纹饰。而且因为他们毕竟他们有部分官方资源，然后也有就是民间资源，所以他们其实资料量会比我还庞大。但是呢，他们可能就是没有办法执行，就是说，这个纹饰我们要怎么表现？我们怎么用就是合理的一个预算，还有就是我们的期程，怎么有办法让它执行出来？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刚好就是接触到我们，然后我就跟他们讨论过，我就跟他们讨论说，我们可以用什么方式去表现，然后。他们回头再跟他们那个剧组确认的时候，就一切都 OK， 那我们就是这样子合作下去。刚刚有提到，就是说纹饰一用错就错了，请问一下纹饰，你可不可以跟我们观众朋友说一下？因为我们都是汉人，我们也不懂，是不是可以大概跟我们说一下，什么样的人可以用怎样的纹饰，然后在什么样的场合或者是怎样的一个状态之下可以用怎样的纹饰？其实我们讲的纹饰比较偏向是说地方的流行纹饰，那像斯卡罗，它背景就是恒春半岛，那它正常来说，它就不会出现在比方说潮州来义那个地方的纹饰，这样就不合理。对，可是其实这样的情况在整个原住民社群里面，或者是说在可能甚至是有一些他可能在做一些发表，他可能会对这样的事情去做一个错误的发表。对，那。我刚刚提到的纹饰会比较偏向就是区域型的一个流行，那所以像斯卡罗它就不会出现像北排的纹饰，也不会出现中排的纹饰。那因为在南排的这些资料来讲，它其实都是整理中，它没有一个很可以参考的一个，我今天比方说我今天要做南排的东西，我马上去看什么东西，我就知道怎么做。它其实都是在整理中的状态，所以其实当时我们跟剧组之间其实是一边整理，然后一边去把这个东西表现出来。那后来我们当然就是有达成一个共识啊，就是说其实因为它纹饰终究都是比较抽象的，所以其实我们只要第一就是色彩，还有就是他们的一个惯用的一些技法，我们只要表现的正确合理，我相信他们看到的也会是他们认同的，就是很多办法看到的也会是他们认同。对，我觉得看到是认同这件事情，真的就是在文化的诠释里面很重要的部分。至少
不要说只是因为美学看了好看，好，因为俺哋嗰做起会从头玩嚟咯，因为讲俺也食嗰讲咯吼，有东西有乜东西，嗰种我哋都去揀入去。挺好，讲到健康，我发现到讲，像志军刚刚讲那么多，那我们客家怎么办？因为其实客家对我来说，客家文化吃的这块对我来说，就是在我生活中比较深刻，因为小时候就常跟奶奶一起做一些客家的板泥啊，还有粿，还有客家粽这样子，对，所以还有客家腌制品也是奶奶这样带我们下去做，然后就是融入我们日常生活中啦，所以我觉得文化这个东西一定要走入日常生活中，它这个文化才会。所以说你的意思就是讲，我们发展吃的，然后服装我们就放弃就对了。也不是放弃，就是因为我觉得蓝山这个外显的东西，因为它好像也没有人再去把它就是要怎么说，就是会好像也没有随着文化去像我原住民的那个传统服装堆叠起来。对，蓝山好像就是简简单单的这样子一件。应该是说它有停留在一个年代，对，它就停住了，对，它就停住了。那在节目的最后，我想请问一下两位，就是说，对于你们所谓的青岛83这样子的一个共同经营的店里面，有没有什么未来的发展的方向？我们目前其实它是最新的啦，就是我们目前因为就是那个观光区嘛，然后大部分都是餐饮业，然后我们现在其实也另外再拉出了就是茶点这个部分，对，那我们目前我们现在规划的其实就是跟比方因为我是狮子乡的嘛，所以我们又拉进了一个，就是他其实也是我们造型师啦，然后他现在就是也算是我们共同经营者，那他就把狮子乡的一些物产的一些作物做成吃的，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大概比最先出发的是一些茶点类的，像甜点类的东西。那我们一开始先用，因为毕竟我们这个空间大家对它的定位还是原住民的那个比较深刻。那之后我们就慢慢带入，像刚刚想要提到，像一些跟客家比较有关系的。所以，因为最终我们还是会希望这个空间，它就是我们会希望它是没有族群界限。对，其实就像我们之间的合作这样子。可是有了饮食之后，我们客家的饮食就可以插进去了。对，可以插进去，就是希望能把客家人的美食，如果能自己做的话，当然是最好啊。可是毕竟客家的腌制品的东西都要非常非常耗时，花非常多的时间去腌制，所以当然是希望能够把各乡不同的客家的东西来推到青岛83这边来这样。今年客家委员会向提倡人客共融，就是原客共融这样子的一个话题哈。可是你看对下的细细点的地方，如可以看到一啲客人的後生嘅同埋等原住民的後生嘅共同去經營的點嘅同時，把伊等呢唔管係原住民的文化或者客家文化提升到一個新的高度。今日可以感謝兩位來到嚟現場嚟分享很多你這個故事。感謝主持人，多謝大家，多謝大家。休息一下喎，等聽下啲先生來同我溝通哦。我跟福建來嘅觀眾朋友，記得去我哋面書網站，還有到我哋客家電視台 YouTube 把我哋影片分享出去哦。